我就是叫做陈锡宏，请咱诸位观众，你唔通袂记的，就咱公司报道歌丁。我伫台北的延平北路出世，国校啊是读延平国小，所落去我读延平高中甲成功高中，大学我考到台南的成功大学。迄时我的好朋友是台东的延平乡遐的人，伊就社畜社伫延平军农署迄附近。因为我的老母是台南人，所以我自细汉就定定伫遐佚佗，所以感觉真熟悉。大学毕业以后，我转来台北食头路。住伫士林的剑潭附近，我有交一个女朋友，伊是南投国新乡遐的人。阮上街去烧鸭市食蚵仔煎，阁有杀肉鱼糜。休困时啊，阮会去爬三峡的麻叶山。对啦，讲到这，我发现我甲郭姓爷郑成功实在缘分真深。俗语伫咧讲啊，一代兴，二代贤，三代咧就了然。这就是咧讲吼啊，迄个祖孙啊，这三代吼，其实咧经营真无简单啦吼。有当时啊，头代咧起家，第二代就了不起，第三代就拢芳无期吼。其实呢，这人吼生活伫这个世间有影吼，这个传承真重要啦。有一个人吼，咱拄则伫笔写内底嘛听到伊的名吼，这位就是郑成功。其实郑成功呢，伊伫咱台湾哦，会当算讲是四代拢咧经营哦。所以讲这四代呢，对咱台湾的影响其实拢真深。笔写内底嘛有听到讲啊，延平北路啦，延平国小国中啦，吼，还有这个成功高中啊、大学啊，甚至讲吼，咱台东个延平乡，南投这个国姓乡，迄个三角影迄个所在啊，还有迄个麻叶山啦，台北的剑潭啦，吼，甲有这个食的物件，像讲蚵仔煎啦、杀肉仔鱼啊，其实这个好名吼，拢甲身躯边这个代志，拢甲郑成功有一寡关系。所以讲吼，咱今日要来了解郑成功的故事，就讲了解咱台湾史哦。要邀请到这位来宾，嘛是对郑成功非常的了解。这位来宾就是咱53年台湾史料基金会秘书长戴宝春老师。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戴宝春。咱对郑成功这个人啊，其实以早伫咧课本内底读到的拢是讲伊是一个民族英雄到落尾伊又变成是一个神本来是一个历史的人物，变做一个神共款，所以民间甲伊讲做国姓爷，甚至是用迄个神圣的神毋是迄个生命的生。所以伊伫台湾主要拢伫台南这个所在，但是咱若咧看这个传说真趣味，就是讲伊主要伫台南，但是个传说颠倒中部北部较济啦为台南登陆，登陆了为了要占台湾就为南部开始直去，所以伊会去到中部遐，就有一个故事讲伊的军队行到咱台中要去南投的草屯遐，讲军队拢穿草鞋。去到遐，因为落雨了，甲草鞋卡遐土卡起来，讲堆出敢若一堆山，所以叫做草鞋墩。因为佫一路佫直直行，因为带军队嘛要去北部，直直行到大家遐，军队行到足忝的，佫无水通好食，像行迄铁点山，伊的剑正举出来，正插落去变一个剑井。所以大家大家铁点山有一个剑井，即阵嘛佫5里济，佫去提水。伊就一路搁往北边行，来到甲新竹遐，就拄着一只足大的鸟伫遐安尼对伊安尼耀武扬威，将互伊拍死伫山顶。所以咱新竹就有一个山叫做鸟喙山。所以这是新竹。搁来到咱北部遮，是。这个英国就讲一只足大只的蜡鸮，嘛是甲拍一下，变做石头。是。所以咱即摆英国就叫做英国石。有一个故事讲本来有2只啦，一只拍死变英国石，一只竟然飞过大汉溪，走去三峡。所以三峡迄个山叫做麻叶山，有人讲蜡叶山。麻叶甲英国2只就开始伫遐相搭，有影是真厉害呢吼。对，过来到桃园遮，就迄个有一个龟山讲有一只龟足大只的，郑成功甲拍死就变做龟山。是。这个故事过来到咱台北。同款故事搁演一遍，伊个军队搁无水通好食，结果人剑插伫咱圆山遮，变做剑潭。所以嘛有去台北四周围踅踅咧所以嘛有去咱即摆的
信义区搁较东边遐吼，有一个即个镜头公山吼，啊讲就是本来有足侪支镜头，咱有5个载嘛，啊讲互伊去搭一个吼，啊才剩一支，啊所以叫做母子山，就迄个大镜头啊讲的迄个山，是，吼啊讲嘛去公馆遮拄着大樟枝，哇，结果会给我拍死，所以变做樟枝山。是，嘛搁去过北部北海岸吼，迄个野柳遐。因为荷兰的军队搁伫遐加人嘛，啊讲伊为遐登陆吼，啊要登陆前嘛，看到一只迄个巨足大只，搁甲拍死，啊所以咱北部遐有迄个国姓部，啊嘛有巨山，去甲加人了，军队带伫加人，结果讲因为有时无米通好食，啊迄个一个兵啊，就是去迄个山洞内咧接米，啊偌济人就偌济米流出来，结果伊甲迄坑挖较大坑，第2工煞拢无米。迄就是咱即马家人的先动。哦，是。啊嘛去过冰溪遐，伊个故事个演一遍，伊个有一只麻叶足大只的，啊就甲拍伫遐，即马遐就变做即个白鹰石山。是。甚至去到宜兰吼，讲有一只海龟足大只的，啊就甲拍死伫遐。结果即只龟拍无死啦吼，到即马300多年还搁咧庆烟甲抗议。是。迄就是富山岛。嘛搁去过花莲，啊所以花莲讲去拄着虎，啊其实台湾无虎啦。哦，讲敢若一只敢若虎咧，甲拍死嘛，变做一粒山，所以咱无做虎头山。哦，是。嘿，啊，所以顺时钟踅一年哦，嘛去到花莲台东遐吼，讲毋是只是电信公吼，包括讲电信公因妹妹搁带一个查某囡，叫做林秀鸾，去到花莲，所以遐叫做秀姑鸾溪啊。啊嘛去过上南部吼，恒春遐吼，有一个山敢若狮头咧，听讲嘛是一只狮去互电信公拍一个。化做一粒山，伊搁拼甲离岛的平湖，嘛有讲看到迄一只龟甲一尾蛇在高甜啊，就甲拍死伫啊，所以伫迄平湖都有龟山嘛有蛇山啦吼，所以规台湾洗透透。意思这电信讲真厉害啦吼，哦，甲这麻叶啦、这龟啦、这蛇，因为蛇的代表就是蛇嘛，歹物啊。哦，啊，这龟是代表足长火时，拢甲拍死。而且北部这边，东北部这边吼，其实伊个人本身毋捌来过，但是为什么颠倒是这北边的这个传说比迄个下港的较侪？是，其实吼有一种迄个历史心态问题啦，因为电信讲伫台南这是事实嘛，啊，所以大家都足清楚啊，所以你看。咱拄有讲到，到电竞的时代，台南高雄就足侪伊去军队去遐去打，咱拢嘛知影这是电家军带遐，所以你看新营、柳营、下营、左营，吼，这种一大堆嘛，啊，这是较事实啦。啊，但是中北部其实较毋捌去，但是拢会因为拢会感觉讲受到电信讲的影响，因为伫台湾的人足侪人其实毋知影家己的历史啊，所以有些甚至讲你祖先当时来嘛毋知影。啊，台湾人有一个习惯啦，拢爱讲吼足早来。是。啊，足早来的时阵，伊就甲所有的公路拢去甲讲，啊，你问我阮祖先来，我你讲啦，我足早就来啦，阮祖先对电信讲来啦。是。因为台湾人伊并无遐尼济讲安尼秘书定咧看咱报道歌仔顶对台湾历史才了解嘛。是。啊，所以伊就会家己去编一寡迄种，伊其实是足有历史的。是。啊，所以就啊转型做一种传说。其实背后是反映电信讲迄个开台的角色，迄个野柳的国姓部遐，因别人讲，你看遐有一个石头吼，敢若有一个破坑安尼吼，讲迄就是电信讲的拍的一个破坑的石头，拍一个坑安尼，讲啊敢若神的，用安尼来讲，伊真是来过。其实这是背后是要用传说来强化伊的这历史。啊，因为过海来有时嘛讲啊，电信讲迄阵嘛拜妈祖啦，咱祖先来嘛拜妈祖。啊，真一个所在妈祖位嘛，讲吼，阮这有够早的，阮这有落开台嘛，是哦，only one and the number one，所以迄个开台变做伫形容电信讲，啊，其实另外一种哦，其实嘛有即摆伫讲，咱台湾遮个人足勇敢，为登山来台湾，啊去台湾足侪所在开拓咱的田园，每个人嘛变做两个开台第一人共款，有迄种心理上的迄个反应。但是咱台湾所有的所在有真侪拢是甲伊有关系传说，啊，拢听起来拢讲咧收妖咧吼，吼拢咧收妖。啊，咱台湾有遮尔侪妖魔鬼怪，啊，需要伊去甲咱收啊。对对。啊，所以伊伫日本迄个冰河希腊岛遐出世，啊，所以就会讲伊是即个海洋的化身嘛。因为尾啊电信讲甲当做一个。伫海洋活动足特别的一个人啊，啊总是爱甲附会做一寡海上的迄个上大的鱼，就是海洋嘛。啊，毋则讲海洋，迄可能是因老母毋知影，迄就伫要出迄个要生囡啊，啊去海边啊，
可能是应足大去惊到啊，动了胎气，转去咱民族英雄就出事啊吧。是嘿，我嘛唔知影讲吼，迄电信讲其实伊的母亲啊，伊的阿母吼是日本人，日本人吼啊，其实啊爸爸是中国的吼，啊妈妈是日本的，啊到落尾伊伫咱台湾经营啊咧。对，电信公是出世伫日本吼，迄个九州足西边，迄个一个所在叫兵库啦吼，迄个日本叫做希拉岛。啊，迄个所在会出事吼，有哪有一个原因？因为荷兰来日本的时阵，拄去有哪去迄个所在。啊，电信公的老爸即个电子量，你做生意有哪去迄个所在？啊，所以等于兵库是一个小所在，但是足侪人拢会去遐。啊，所以电子量才会甲迄个日本人结婚。啊，所以伫1624年。电信公才会出世伫日本的兵库这个所在，啊，因为日本甲当做若敢若一个英雄，所以嘛有一寡故事伫遐咧传说。啊，遐嘛有做一个李旦石的一个纪念碑，啊，甚至连中国迄边啊嘛伫海边甲做一个足大的电信公的上帝啊，真趣味。高龙树啊，即只阵讲是迄个当初是啦吼，迄个电信公的迄个来到咱台湾的时阵咧拍即个荷兰人啊吼，迄个时阵的迄个模型啦吼。电信公伊伫日本出世了后吼，其实也可怜，伊1岁到7岁吼，等于是电子量咧做生意来来去去，啊，所以变做也无咧管伊即个囡仔，所以等于是因老母啊，迄个电川吼，甲伊带大汉的。啊，因为日本有规定吼，因的人袂使离开日本嘛。哦。啊，所以伊到7岁了后，即个电子人可能去想着讲，哎，伊有一个即个中日混血儿，所以就要为迄个兵库甲带转去迄个福建的南湾，啊，开始甲伊请大汉。1644年，即个明朝就灭亡啊嘛。是。啊，电子量本来是咧支持即个明朝，但是伊这人吼，迄是讲完全是做生意人啊，西瓜挖大饼。伊尾后发觉讲。即个明朝都灭啊，啊，即个南明啊无啥作用吼，所以尾啊就啊投降去清朝。哦。啊，但是即个伊投降的过程，拄好电信公因老母为日本来到南湾这个所在，等于母仔囝搁再见面。啊，结果过头无半年，因老母竟然去互迄个清兵甲杀死。所以就是咱来了解讲电信公是安怎尾来行向即个甲清朝去对抗，这是足重要的背景啦。啊，但是因为电信公伊接触了即个电子量这个势力吼，伊伫金门甲厦门有法度去甲清朝对抗，但是清朝伊无海军啊，无法度甲伊相战，伊就要用一种海禁的方式，就讲沿海人拢无爱互伊去做生意。啊，丁家本来就是靠海上的做生意才有迄个实力啊，所以尾发讲安尼毋是办法。但是因为因电子量甲电信公其实拢对咱有了解，知影荷兰伫即个所在。啊，搁吼，即个荷兰内底有一个人吼，做何斌啊，是，伊甲提供即个荷兰人伫台湾吼、台南即个地区军队偌济炮台设置达拢足清楚，连甚至即个迄个水路的地图吼，拢尾啊偷偷摕过去厦门迄边吼，即个电信公嘛。啊，所以电信发觉讲，用金门、厦门即个所在，既然无法度甲清朝长期来对抗，啊，所以台湾即个所在若有法度甲占落来时阵，伊就靠一个军基地。所以就啊决心吼，即个做一寡准备了后，伫即个1661年吼，伊就开始派走200外只的即种舰队吼，无简单的，迄阵带万几个人来，是来拍即个台湾。啊，因为咱看即个图就知影吼，因为咱看即个迄个当时即个海湾吼，即内底是内海，啊，因为遮是即个日兰遮城，迄个炮台伫遮，啊，即个港路较宽。啊，电视讲，因为伊即个地形拢了解，伊就若拍遮的时阵，荷兰较有准备嘛。啊，对对。所以就为即边即个或者北线尾，哦，即个港路拍入来。是。但是因为电视讲吼，因为因即个世家长期拢伫海的伫活动嘛，啊，伊所以对即个流水啦、即个地形伊拢真知影嘛。是。啊，所以伊就制造一个新话讲，无要紧，咱就为遮去。啊，大家想讲啊，遐遮尔啊下，啊，无定迄阵佫退楼是要安怎过？对啊。啊，但是电信公伊知影，因为每工有2摆中楼退楼啊，伊就上准迄个时间啊，所以伫1661年的差不时间，应当是4月30迄天透早，伊就看迄个流水足拄好嘛，所以一路就定落啊。啊，但是佫怎啊去制造者讲啊，无要紧，小等下，我来拜妈祖。我妈祖拜了，水就中起来，我就会当定落啊。是。啊，其实迄是伫我咧讲怪啦。啊，所以毋知民间才会变做讲，哇，迄个台湾是安那遐尼兴妈祖，咱龙椅门遐嘛有妈祖庙有无？土城啊，甲显经理，
就因为安尼拢讲，吼，阮这庙就上老的，因为电信讲迄阵就拜妈祖，嘿，啊，就定律啊，所以拜妈祖，所以起妈祖庙，所以伊庙的意思讲，哇，甲电信讲同时代，是，迄嘛是一种的即个传说。啊，电信讲等于甲荷兰甲包围起来就对啊。哦。啊，荷兰会当修建吼，无够2000个呢，吼，所以等于是。10个人去人拍人一个呢，吼，迄个嘛无啥公平啦。啊，所以电信到尾啊，吼，其实嘛感觉吼，强要无法度记载落去，因为安怎？因为这海上的军队足需要食甲用的穿的，啊，你伫海上无法度啊，所以毋得足紧张啊。所以因为安尼的原因吼，所以迄阵伊就是开始，有啥物物件就食啥物物件。是。所以咱拄有讲着讲什么蚵仔煎甲伊有关系，迄就是一个传说啦。讲啊，就伫遮海墘啊嘛，啊，就摕蚵仔啊，迄阵可能米也无够济啊，啊，就番薯粉葱葱的去煎蚵仔煎啊。啊，这就台湾的好料的食物件，讲安尼这甲电信讲有关系。啊，其实迄是就地取材嘛，咱台南遐都有迄种沙白鱼嘛。啊，有就是一个传说啦，讲好。啊，这我有听过，这我听过。讲好说叫迄个 AI 捕下去掠鱼啊，掠啥物无啊？电信讲袂使讲好都无讲，卖说无啦。卖说无。卖说无。咱沙白鱼第一叫做麻沙白嘛。麻沙白。嘿，啊，伊就讲卖说无啦，卖说无啊，就变做麻沙白啊。是。沙白鱼吼，其实是平埔语啦。啊。嘿，啊嘛讲安尼有关系。甚至食到尾啊，吼，连迄个捡的梨啊嘛摕来食，是，吼，啊有一个故事嘛，讲哇，啊，迄捡一盘呢，规人啊的梨啊食会了，啊，讲电信讲，迄梨啊甲摕来去倒，结果过第2天、第3天，搁再去捡遐梨啊，竟然内底有哪搁拢有肉，啊，讲做无迄个尾尖啦，意思讲电信讲甲迄梨啊的尾尖食去啊。啊，但是伊就讲话拢足声呀，所以连遐梨讲拢还佫有肉，啊，所以就做国姓梨。国姓梨，嘿，这甲咱头前咧讲的，就电信讲变做敢若神的啊嘛。所以伊讲的话，伊做的代志拢变做一种传说甲神话。啊，其实电信讲嘛足紧张的啦，因为无物好食，啊，毋知像啊啥物有咯摕来食。啊，甚至尾啊定落了是安怎？电信讲足重要，就赶紧叫伊军队有无？爱去带什么所在，来去做田。是。所以毋只有足侪所在，拢或者什么营、什么营、什么柳营、新营，都是即个关系啊。嘿，所以咱了解传说的时阵，嘛爱知影讲，其实后壁是有原因啦。迄个时阵，电信讲时期是台湾安尼，啊，到了尾迄个东陵的时阵是安尼。朝台南以北是天兴啊，台南以南我高阳，这就是叫做万年啦。啊，到因囝的时代，就有哪甲改名，就改做东陵啊。意思伊就讲，伊无啥去插这个名条啊啦。已经是东陵王国。电信讲半年了就死，啊尾啊电经超维持台湾20年嘛吼，啊尾啊搁再因囝就迄电客爽，所以等于1662年甲1683年超20年所，其实因会当控制大部分超是咱台南。高阳的一部分，甲家己的一部分，差不多是安尼尔。听讲这个电信讲的死吼，嘛有真侪传说。有人讲啊，伊是破病死，啊嘛人讲伊是气死的。明朝灭亡了，有即个福王、东王、罗王、贵王嘛吼，即几个王。啊，迄个贵王咧命足歹运的吼，因为伫尾啊直走到即摆咱迄个东南亚迄个秘鲁嘛吼，迄个中国话讲缅甸遐。是。结果竟然去互一个投降的迄个5-3贵对杀到遐去，所以迄个贵王嘛死吼啊！电信讲听到这个消息伊嘛，感觉安尼足遗憾的，因为电信讲会变做国姓是迄个东王赐互伊姓，所以才叫做国姓。啊，但是因为咱有时叫延平是用迄个贵王的迄个封号，甲伊封做延平郡王嘛吼，延平郡王，所以伊对有哪种感情。啊，就话讲啊，因为安尼这国师互伊真超凡呐吼，啊，搁想的讲，尾啊因老爸其实嘛去互清朝甲处死嘛，因为伊着因囝一直甲反啊，吼啊讲伊安尼着心情真歹啦。有个人嘛讲好，伊这安尼规工伫要甲对抗即个荷兰啊，家庭拢无法度管，讲伊的大囝吼，即个叫做震惊啊，无啥正经啊，无正经啊吼，甚至讲因为迄个老爸都管袂着，因为因迄个电经是控制金门甲下门遮嘛。
啊，竟然讲甲伊的一个细汉弟弟的迄个灵母啊，讲有不伦关系啦吼，无啥正当，甚至讲佫生囡仔，啊，这对电信公来讲，伊这甲当作甲乱伦，是，啊，就因为讲个国事家事，互伊安尼气甲吼，尾后讲像安尼袂输安尼气甲像死吼，啊，其实尾后有伫研究啦。根据讲，伊尾啊，伫要死进前有一块记载哦，讲伊安尼念呢寒念呢热，吼，甚至讲尾啊安尼家己甲家己的面拢咬破去。啊，这咱会当理解，这应当就是着了迄个玛纳利亚，嘿，伊念呢寒念呢热，啊，迄阵也无迄个药啊好食，伊会艰苦嘛。啊，伊因为伊的个性佫真正迄个安尼作数的，啊，念呢起掠狂，就家己甲面了破去，啊，所以有人就甲研究讲，可能是玛纳利亚吼。搁再变做咱台语讲的着碇啊，碇啊用中国话讲就是迄个所谓蜂窝性组织炎啦。是。嘿啊，所以39岁就死啊，这个壮年吼，安尼就来死去啊，所以毋才有真侪即款的新话吼，甚至有只讲到有够神的吼，讲做伊要死进前啊，搁爬去赤坎楼啊，向西边吼去看即个唐山的国土，讲安尼袂当恢复吼，安尼就死去，哇！迄感情就遐神，我想无影啦。就讲日本人眼中的电信公，吼，啊，个荷兰人眼中的电信公，啊，个咱台湾人心目中，吼，啊，个中国人的迄个想法咯，其实都有无共款的一款角度吼。一个成功吼，百种面貌啦。是。因为徛伫咱伊出世的日本来讲哦，是安尼，因为因老母都确实日本人嘛，所以咱硬要讲嘛，会使讲日本人啊，一半血统嘛。啊，所以日本就甲伊当作是等于日本人，啊，尾也甲伊编做戏剧来伫演啦。吼，所以即个郭姓爷伫日本嘛足有名，伊嘛变做剧本啊，定爱演足一遍的吼。这是徛伫日本的角度。荷兰人讲，其实这电信公吼不加残忍，就讲伊的脾气真歹啦。咱知影伫1662年啊，即个郭姓爷甲荷兰等于是其实是签一个正式的条约。是，这会使讲是咱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条约。伊这条约吼，有若去依照欧洲上界重的迄个1648年的迄个西法利亚条约，那个 Westphalia Treaty 这个条约来签的哦。所以第一条讲，咱双方吼。拢放弃过去的恩恩怨怨，重新开始，重新开始，所以咱来签这个条约。啊，内底嘛去讲，你荷兰会当炸什么物件转去，啊，留什么物件，拢讲啊足好势。是，但是电信讲吼，足夭寿的，迄个荷兰人落去互掠起来，甚至有迄个牧师吼，讲也共刣死啦。这咱用即马来讲吼，其实是违反即个国际迄个人权条约。啊，所以西方的国家的历史的内底吼，就去甲电信讲电信公是一足残忍的一个人。啊，徛伫中华民国政府官方的角度吼，伊嘛讲电信公是民族英雄，因为伊都反清复明嘛。吼啊，讲反清复明，到尾也来变做讲，有哪爱反攻复国嘛。啊，所以毋知到处都成功咯，成功的学校规台湾拢是嘛，这是徛伫迄个民族英雄的解释。啊，所以你看，咱台南嘛起即个延平郡王祠嘛，即个延平郡王祠嘛有一个改变啦。因为清朝拄开始吼，嘛甲当作即个定价，这是一个反抗的政府，所以甲称作伪啊，伪政权啊。伪。嘿，啊到个1870年代吼，嘛了啊解释讲，电信公嘛袂歹啊，因为伊都赶走荷兰，所以尾啊清朝帝国才会为伊才阁接收去，所以才有台湾这个所在。所以毋才会甲伊起一个延平郡王祠，所以延平郡王祠这是其实是官方去拜啦。啊，台南另外是一个因定价有起一个定时的家庙，迄就是因定价人去拜。啊，另外的人起的，即个咱一般咱民众起的，迄是国姓庙，迄个另外一种。啊，徛伫北京政府哦，因嘛真尊敬电信公啦。伊认为讲啊，电信公都反帝国主义嘛。吼，啊，甲荷兰赶走啊，所以会当收即个台湾吼，所以你看因伫厦门高粱寺，吼嘛做一个足大的一个电信公的像，啊，佮特别面向台湾的，吼，迄嘛有迄款的一个意义。咱台湾人较无咧管遐济，反正就当做讲，就带足侪人来，啊，所以变做是开台的第一人，或者开台圣王，啊，甲变做讲敢若神共款来咧拜。所以我拄仔毋知讲延平郡王祠伫日本时代。日本人将甲改做开山的神社，就是讲，因为伊是日本人，啊，等于来台湾，等于开山第一人。有一点啊，就是讲，
台湾敢若有那日本的共款啦。啊，这其实伊是要解释讲1895年，你知影日本因为甲迄个清朝拍输了后，就签马关条约嘛，啊，台湾就变做日本的，啊，所以迄个意思去尊敬这个郑成功的意思讲。啊，阮嘛毋是来占台湾啦，因为阮古早都日本人来过台湾啦，所以袂输甲收倒来共款。所以即个郑成功的趣味就是伫即个所在吼，一个人啊有历史，啊有传说，啊，咱即马可以当用足侪角度来解释郑成功。这位吼是郑成功，对，这日本人话。这日本人话，啊，这位嘛是，是啊，一个人咧肥肥，啊，一个散散。你看这就看起来，敢若日本迄种吼，迄个幕府将军的样啦吼。是。啊，这是有若要画，等于是讲，等于日本老母安怎尾啊请大这个郑成功，啊，但是郑成功其实尾啊已经是甲画做一个老人共款啦。这是较日本的一个形象，但是迄阵啊无摄影啊，拢嘛是去想的，所以拢会去想讲，要甲想做啥物款样，啊，就甲画做啥物款样。嘿，因为郑成功尾啊是甲当做神啊嘛，郑成功无画好手啦。对，这有喙手。嘿，啊，迄个郑氏的庙以前因为迄个根据记载，郑成功是留有流喙手啦，好咱嘛安尼讲伊高强大汉，是，啊，个流喙手确实有那武功高强哦，讲互咱亲身看到讲郑成功确实有法度骑马伫遐射箭。这个上个两个有差别呢吼，是。像讲这个有喙手，啊，这个无喙手，啊，这两个差别是伫什么所在？是，这边看这是延平郡王厝迄个郑成功的像吼，啊，迄阵政府有那真慎重啦吼，所以特别请迄个画家真有名，迄个杨延芳这个画家去画，啊，因为伊有可能有参考吼，迄个历史的迄个记载，因为历史的记载讲郑成功是有好手啦，系啊，所以就甲画有一个好手的造型，啊，因为安尼，因为伊佫放伫迄个。延平郡王厝，所以即摆变做等于是标准的版本啦。标准的版本。啊，另外这是较一般咱民间拜郑成功的庙内底的形象，这是有这个差别。有影是这个英雄人物吼，对咱的影响是真深。啊嘛，真感谢今日老师来甲咱现场，甲咱分享遮尔济，甲咱遮尔济。郑成功是出世伫日本吼，迄个九州足西边，迄个一个所在叫兵库啦。伊主要伫台南，但是个传说吼，颠倒中部、北部较济啦吼。就有龟山嘛，有蛇山啦吼，所以规台湾洗透透，叫迄个 AI 捕下去掠鱼啊，掠啥物无啊？郑成功讲袂使讲无讲，卖说无啦，就变做马萨巴啊。1885年府城教会报正式讲是咱台湾吼第一份的报纸。伊即用迄个罗马字来写，台湾府城教会报。你要运入来台湾吼，台湾总统府甲你缀一个讲禁止。相当用纸。这其实古早吼，伊有一个排列啦，就是一纸二图三查四回。使你若无甲我讲，我唔知影讲原来这三尊拢纸落去做。伊这就是较属于文人的专讲，看册又看了正价，算文武价。每礼拜请准时收看《报道大厅》。